你係咪覺得香港嘅樓盤火燭同你冇關呢？接落嚟我同你講嘅嘢一定同你有關，因為我會講呢個泵巴車嘅事。今日要講嘅嘢其實好重要，因為關鍵到我哋嘅生命同埋我哋身邊人嘅生命。因為如果你有打算住高樓，或者你親戚朋友打算住高樓，今日呢件事你一定要去了解清楚。可能你覺得我哋呢度都冇用病煲，都冇用竹起屋，同你冇關係。但係你知唔知火燭會有好多原因係會發生嘅？所以你睇有咁多泵巴車都好，都冇辦法救火。點解會咁樣呢？你要知道喎，呢棟樓咁樣燒上嚟，燒到咁多棟樓，佢只係用咗10分鐘嘅時間啊！10分鐘係咩概念呢？如果你煮個麥伊麵，成棟樓就冇咗。跟住我上網查下個資料，原來我哋泵巴車救火啊，有 limit 㗎，唔係幾高都救得到嘅。好似啲細型嘅泵巴車，好多地方都有嘅，但係佢只係救到7到10層樓咁高嘅啫，盡㗎啦10層樓。簡單嚟講，如果你住喺大12層樓，大10層樓火燭喎，你走到去天台喎，都冇人救得到你，因為呢架車最高去到10層樓嘅啫。所以你住嗰個地方嘅附近，你要好清楚嗰度嘅泵巴究竟佢可以去到幾多層樓。有啲泵巴佢可以去到佢嘅嗰個樓梯啊，可以升到最高20到22層樓。當然最高級可以去到最高嘅，去到30到35層樓啫。買屋唔係買嚟瞓覺啫啊，有時係要買個安心啊。跟住 Malaysia 嘅樓又好奇怪嘅喎，越高就越貴喎。其實好唔邏輯，因為點解？因為我越高越唔安全，泵巴車根本都救唔到。如果泵巴車都救唔到嘅地方，點解越高就會越貴？都唔logic嘛，啱冇？你睇而家 KL 有啲屋去到30、40層，有啲去到60層樓。如果你係住到超過30層樓，哇！你要準備呢隻啊，你要準備降落傘啊 ，parachute 啊。如果你係住超過30樓啊，可能你真係要準備呢隻嘢啊，真係啊。如果唔係啊，有時都冇人救到你啊。而家最大嘅問題係點解政府俾啲發展商起到咁高嘅樓呢？而我哋又冇咁嘅設備，冇咁嘅 facility，點解仲可以起到咁高嘅樓？